因为西南气流灌入来，台南后壁对昨暗就开始落大雨啊，到今下晡2点外，这雨水量已经超过400毫米，真侪车路拢淹水，交通断站，公所也请求国军来斗送便当替离民众，有所在已经淹到70公分悬，民众是赶紧把这个杂水泵抽水机摕出来用，有关是赶袂赴落雨的速度。 岔流的水流过台南后壁风景美甲头前的这条路，规条车路已经成做水路，美甲是炸水泵抽水机全出动，水泵将水挡伫咧外口，不过大雨落袂停，水就透袂离。看到外面已经淹到70-80公分悬，居民讲这摆的雨比进前的莫拉克更较惊人。阮进前内底无热，阮今仔暗规个内面全部房间内底全部嘛拢热。啊，这上严重的一届就对啦。对。啊，大概淹上悬悬到倒位，也是几公分？我门口到这差不多70-80公分。 因为雨真正是规通倒，包括后壁白河咸水拢传出淹水灾情，正这边种的厝拢像安尼，水已经淹到脚头虎悬，家具拢浸伫咧水底。民众讲顶回风台才拄宽甲差不多，这阵搁落这大水雨，因真正无奈。稍微觉得熬过上一个台风的残骸而已，有一点正常而已，结果今天又淹水了。对啊。 真的是会觉得这日子怎么过？因为四界车路拢淹水，车辆无法度出入。针对后壁白河咸水一寡地势较低所在，已经先做预防性撤离。目前3区8里拢总撤离82个人。另外后壁地区淹水的所在多，未少居民受困，无材料出门。公所也紧急请军方支援，开大卡车去送便当，同时做预防撤离。目前撤离的话是撤离在活泼活动中心，总共有8个人。那经由那个消防队就把他救出来。他目前是直接收容他们有5个男生跟3个女生。虽讲下晡台南地区的雨有较细，不过气象署表示，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，中南部到拜3进前的天气拢无稳定，随时会上大雨，民众也是要提高警觉，注意防灾。记者李新武、柯家如、柯昭阳，台南采访报道。